乡故乡。北疆两字话，经济乡家，地基乡呀，地基乡家地天意，尊之心，用之乡，非属天呀，要修不易，修心亦属己，所以里边呀，得。将两字话不会变呀，顺修之讲是个必良家，不得可严强之下，经济的理事家降变呀，这可是家会降变呀，第三讲两字话。九即是字，下即是字，是九有也有的呀。九在我下呀，九是有德，这是有量，是九无也有的呀。九在归下呀，第四章两字话，万不。该比无我意，欢欣理行，乐福大言，将富理行，求人福见言。第五章两字话，行之理不度言，识义理不察言，将心有志。你不得记得家讲呀，第六章两字话，人不可以无体，无体之体，无体义。第七章两字话，体之无人大义，为机变之他家。无所用体言，不体不了人，何了人用？第八章两字话，各自贤昂，好贤离忘世，各自贤夫，何独不然？若记得理忘人之事。安公不得见心的，这不得去见之，见车又不得去，你行的理性之好的。
上，名字为宋国建华，父好友好，我无自由，人知字亦好好，人不知亦好好，话何如？是可以好好话专别读记，这可以好好我夫强不识记，大不离得，强不识记，我夫得记言，大不离得，个边不识妄言，个之言，得字别家无言，不得字修心行无实。强则独善其先，大则兼善天下。将名字话台湾昂离河乡下环边样，若乎何家之事，水无文昂有乡。一将名字话，或是以汉鬼之家，如今自是看人，这个人万语。十二将名字话，以爱得书人，谁得不完？以相得十遍，谁数不完十家。13将名字话，大家之人，荒芜如样；王家之人，和和如样。杀之力不完，理之力不扬，明日天仙力不低为之家。夫君主所作假法，所存假行，上下有天地同流，去话消波之在。
名富华人言，不如人先直入人亲也先正，不如先教之的名也先正便为之，先教便爱之，先正的便在，先教的便先。将名富华，人之所不合的两者，其中两样；所不如的比者，其中比样。海体之动，无不得爱之亲也，其中也，无不得敬之兄也。亲人也，敬重之也，无他得之天下也。将名富华，顺之故青山之中，乌木色故，乌木是有，其所以而有青山之野人者之希，其经闻一善言，见一善行，略过江河。太然独自连无恙，17章名富华，无为其所不为，无有其所不有，如此之意义。将名富华，人之有德
为说地者，向准何贪事，到高贤嘅主，其错心也贵，其如幻也轻，过达。19章名主话，有事军人者，事事官，即为用一者也；有按下即行者，以按下即为一者也；有天民者，但可行有天下。如何行之者也？有大人者，正纪律不正者也。20章名主话，君主有三乐，利王天下不无尊严，父母不尊，兄弟无过，一乐也。养不愧有天，父不达有人，二乐也。即天下应在的道是三乐也。君主有三乐，利王天下不无尊严。21章名主话，空土将民，君主约制，所乐不尊严。中天下之列，并四海之民，君主乐制，所向不尊严。君主所向，虽大行不加言，虽强固不顺言，分定国也。君主所向，仁义礼智今有心，其相识也。虽然现有面，勇有背，死有素体，素体不言而路。21